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師奶仔賽馬頻道，又係我師奶仔。嚟緊星期三7月15號，跑馬地煞科日有9場賽馬賽事，第一場會喺傍晚6點半開跑。而家等我同大家講下我每場嘅初選心水。第一場5班165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告東尼配布文嘅9號架勢奇巴，第二匹係蘇偉賢配巴道嘅4號多利神區。第三匹係無偉傑配梁家俊嘅10號幸運福星，第四匹係丁冠豪配楊明倫嘅12號勁爽，第五匹係廖康銘配霍宏星嘅5號是跑得。第二場4班12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廖康銘配艾少禮嘅9號天下寵兒，第二匹係貴福特配田泰安嘅4號團結戰寧，第三匹係偉達配布文嘅1號紅愛社，第四匹係呂健威配霍宏星嘅2號紅前道，第五匹係羅富全配潘明輝嘅3號好運多彩。第三場4班18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伍鵬志配艾少禮嘅6號暴風雷，第二匹係方家柏配黃志宏嘅9號大千氣象，第三匹係廖康銘配霍宏星嘅2號領航天子，第四匹係蘇偉賢配奧爾文嘅8號風起雲湧，第五匹係沈集成配艾杜拿嘅1號香港神區。第四場4班165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1號心心星，第二匹係尤達榮配布文嘅3號光年情長，第三匹係沈集成配潘頓嘅8號華麗再贏，第四匹係蔡約翰配艾杜拿嘅4號先到先得，第五匹係偉達配金城江嘅2號大學生。第五場4班12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廖康銘配霍宏星嘅3號快樂神區，第二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1號威利非凡，第三匹係賀賢配艾少禮嘅6號盛世威風，第四匹係沈集成配希威森嘅12號過關勇士，第五匹係葉楚航配潘明輝嘅9號大財。第六場4班12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廖康銘配艾少禮嘅1號穿甲戰鷹，第二匹係沈集成配布文嘅7號惺惺相惜，第三匹係無偉傑配梁家俊嘅8號小魔怪，第四匹係姚本輝配潘明輝嘅5號日馳千里，第五匹係呂健威配何澤堯嘅4號合夥飛馳。第七場3班165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蔡約翰配艾少禮嘅3號有財有勢，第二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10號棒棒堂，第三匹係葉楚航配田泰安嘅11號富國兄弟，第四匹係伍鵬志配梁家俊嘅5號我做到，第五匹係告東尼配巴道嘅1號幼龍串鳳。第八場2班12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廖康銘配艾少禮嘅3號翠紅，第二匹係蔡約翰配布文嘅4號勁進輝煌，第三匹係蘇偉賢配巴道嘅6號升龍區，第四匹係羅富全配莫雷拉嘅2號天天同樂，第五匹係羅富全配霍宏星嘅1號幸運有利。第九場3班1200米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呂健威配何澤堯嘅4號傑出雷霆，第二匹係大衛希斯配布文嘅3號仁和家興，第三匹係告東尼配鍾奕禮嘅1號東來欣賞，第四匹係姚本輝配潘明輝嘅7號進藝快車，第五匹係無偉傑配梁家俊嘅9號逍遙騎士。好啦，又嚟到尾聲啦。首先多謝大家收聽支持，我師奶仔每個賽馬日前都會同各位街坊見2次面。第一次係排位日未出賠率嘅時候揾4至5隻範圍馬，第二次就係賽前一日揀1隻馬膽3隻配腳同2匹喺當時仲係大過10賠嘅冷馬俾大家參考下，所以2條片都唔好錯過。喺度再次多謝晒各位街坊撐場，師奶仔靠你哋撐價，中意嘅 like 一 like，share 俾你一齊玩馬嘅 friend， 開心 share。未撳掣嘅快啲 subscribe， 下次跑馬仔第一時間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